我會表達。我發現用哭來讓媽媽聽我的話並不是一個好辦法，因為有的時候這個辦法一點兒都不好用。你先哭會兒，我去忙了。我一個人哭啊哭啊，都哭累了，他也不理我。算了，不哭了。可是我想買的玩具，他還是沒有買給我，我實在不甘心啊！怎麼辦呢？想來想去，再去找媽媽說說看吧。媽媽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我拉拉媽媽的衣角。當然可以啦。媽媽彎下腰，看着我說：你說吧。好奇怪啊！媽媽的態度突然變得很溫和，連眼睛都亮起來了。我想要一個積木恐龍。媽媽，你可以買給我嗎？暫時不可以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啦。可是那一個跟這一個不一樣啊。是嗎？有哪裡不一樣？其實有很多地方都不一樣。我一個一個告訴媽媽，1、2、3、4、5。聽你這麼一說，好像很有道理呵。媽媽摸摸我的腦袋，想了想，那好吧，媽媽就再買一個給你。哇，太好了！媽媽終於答應我了，我高興得要飛起來啦。可是為什麼媽媽一開始不同意，現在又同意了？為什麼呢？我想一定是媽媽說的那樣，我說的話很有道理，她被我說服啦。看，這就是我發現的好辦法，就是不哭不鬧，跟媽媽好好商量。只要我說的話有道理，那我的好媽媽就一定會明白並且支持我。我會表達。編著袋鼠媽媽童書，繪圖飛魚，出版社螢火蟲出版社。